定这样的生产可以达到外销的一个要求。目前我们彰化有2家比较大的番石榴的一个蔬果合作社，一家是在二水，一家在西周。那实际上他们也都有一些初步的一些冷藏的设备，也可以符合目前美国外销的这些要求跟条件。因为以目前当然番石榴已经进入了开始产期，那因为它有要求开花后就是整个4周后要套袋，在小于4公分要套袋，所以我想最快的话也是大概，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内的番石榴的价格也非常的高，那外销商也会考量到他们的一个外销成本，我想最快应该是在明年4月左右。以这个的部分，我们目前大概以内销的话，也将近差不多有1公斤大概有30几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目前为止，以现在10月来讲呢，比较没有外销量，因为国内的一个价格就非常好，所以对一些外销商来讲，他们的成本是比较不努力。如果当然我们的蔬果合作社可以争取到美国这边有更好的一个收购价格，我想这个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我们农政单位跟我们地方政府还有我们蔬果合作社一起大家来努力。吃不到倒是不至于，因为实际上是这个是供需的一个市场需求。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订单，我想农民就会扩大面积去栽种。那如果有得到很好的收益，我想特别是彰化地区有蛮多包括我们的社头还有我们的西周、二水都很适合来生产这么高品质的芭乐。那如果说有很好的稳定的一个外销市场，我想应该不至于去担心到国内会吃不到，但是有可能要吃到好的品质的番石榴要付更高的一个价格。